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潭子的华盛顿国小研究环保的洗手槽，成功来研发出一款洗力真强的地壳，参加到全国线顶的科学展览，摕到全国的第1名，全校的师生拢真强。高乳酸钙海藻酸钠放伫家己做的机器当中，透过电压器，家己做的洗手球才会变做圆形。潭子华盛顿小学以这项研究，家己做环保的洗手地壳，成功研发出一款会使洗甲真清气的地壳球，嘛来参加全国线顶的考展，得到全国第1。它是甲皂，然后拥有钾离子，然后海藻酸钠是钠离子，那它们2个会互相竞争，所以我们将海藻酸钠的比例调高。速度调太快的话，会那个里面的海藻酸那种水溶液会很容易溢出来。校方讲，因为疫情，和相关的议题受到关注，学生对洗手的产品嘛产生兴趣，所以来研究环保的洗手球，参加线顶的考展。伫13期队伍当中，展现运用数位科技的成果。他们是反而会说，那我们就去查资料找东西，然后就不断的一直巴拉巴拉一直讲话，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学到如何团队合作，还有解决问题。然后有时候当然一定是会有失败，可是呢，老师会鼓励他们不要怕失败。伫老师的协助，自收集资料、整理到分析，学生拢家己来，面对冰心的问题，嘛拢真有家己的想法。学校嘛拢真肯定这阵学生的表现。来，恭喜。